居住在德国的维吾尔人及留学生聚集在中国驻慕尼黑领事馆前，举行了纪念1988年大学生示威游行30周年及抗议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实施的各种超乎想象的镇压破坏示威游行活动。欧洲维吾尔族教育基金理事会成员参观了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并对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与维吾尔电视台全体员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列里卡尔卡西最后表示，最真诚希望全世界维吾尔人同呼吸、共命运、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实现维吾尔人的宏伟目标。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以各种手段强迫、威胁维吾尔女孩与汉人通婚，正在以此进行残酷的种族灭绝和同化。据报道，一名汉族青年正准备着与哈萨克女孩6月21日在阿拉木图戴安娜餐厅举行婚礼。知道这一消息的哈萨克人都特别愤怒，为民族担忧。据以色列环球新闻网报道，威廉王子将于6月25日至28日访问以色列，这是英国王室成员首次正式访问以色列。届时，他将成为首位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英国王室高级成员。6月18日，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发布信息称，该国前部长赛格夫因涉嫌充当伊朗间谍而被逮捕。反间谍人员表示，赛格夫是从2012年开始与伊朗情报部门合作，利用自己之前的关系向伊朗提供有关以色列的各种信息。据报道，在位于哈萨克斯坦齐木肯特市炼油厂工作的4000名员工中，有3000人是中国汉人。土耳其驻哈萨克斯坦领事馆前官员了解此情况后，强调说，哈萨克斯坦应该拥有自己的人员担任炼油厂项目经理和各项技术人员，培养自己的施工队伍。